囡仔夭寿，袂使用火柴台，你阁毋是毋知影？我不管啦，我袂使互伊死人讲要收风雨雨啦。对唔起老妹，还无留去cứu好。伊现过来，我又要对讲他。钟老师，你爱想较开的啦，日子吼也是爱过。我去甲伊衫收收的，我会拎来去啦。钟老师，唔通啦！啊，你是士大呢，我甲人夫人坎欺负好啊啦。青雄，青雄啊，爸母，哎，青哦，你规暝拢无困哦，等下咱厝会困一下啦，遮我叫人来处理啦。免啦，我倒遮就好啊。你是甲放喺倒啦？榻榻米啊。我已经通报厅长啦，你嘛知，这迄落吼是会话人的呢，人若过身吼，一定爱通报厅长的啦。等下厅长吼会派人来处理啦。是要安怎处理？送伊烧啊！我看吼，阮队员先来转啦，千万唔通伫遮去互画着。要画早就画着啊。时来时送，伊甲囡仔生无胆，我若无伫遮甲伊做伴，伊惊。你是咧黑白讲啥啦？啊，人过身就过身啊，有啥物通好惊的啦？对啦，是你家己啦，你家己伫遮拢袂惊哦。是阿某有啥物好惊？你千万唔通黑白想，阿爸甲阿母，敢若你这个查某囝。你放心啦，阿爸阿母，你先回去啊，等我遮处理好，你才过来。我搁甲考虑，也希望咱有嘅事情。迄个天顺，像我甲讲哦。多谢。妹啊，阿这帮人个先嚟做嘅，阿妹，好翻嚟。 爸，我有一个问题，
食啥死来去做啦？哎，套上有你的批哦。多谢。家来了。阿爸，老李就飞死嘞。死嘞。哎呀，我错好阿爸老公的钱。
ました。はい。はい。所長さん。は。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。太平洋戦争は始まったんだ。みんな知ってたね。はい。さっきの電話は総統府からの命令だ。台湾士官兵のために、因希望咱中华野手望春风、吴亚辉用国语改做军歌。来鼓励本地人参加志愿兵，用台湾人的歌鼓励台湾人去送死，鼓励我全国好きにな。全国もしょうがない。それは命令だ。さっさと用意してくれ。そして当先生に連絡してすぐ会社に戻れ。これは無理だ。無理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んだ。命令だ。哎呀妈，就去冲这个嘞。佢部嘅主要嘅同事聽，唔可以嫌少嘛嘅嚇。聊勇士啊，又不好帶，就唔會查咧。佢才高中，批了學生不理你啦。啲料搭嘅成班冇封片，你肯各位關下。公然講，安平老土輕浮你，然後就會面對現實長醜。難怪高中嘅學網，講嘅學生應該蠻差，唔係人認真教佢哋唱歌嘅。中方嘅學生冇屁用，演講當然不夠問好啊，並唔係佢哋有冇演講嘅天分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请坐。请坐啊。请问你要啉什么咖啡？凊彩啊。看有介意什么款口味无？拢会使啊。是要较补的，还是较厚的？啊，拢好。其实我毋是来啉咖啡的啦。实在是啊，是的啊，来家己搭座，我叫南卡路。我是一个对台湾歌最有兴趣的人，听讲这足侪先輩会来，所以我想讲我有缘来这熟悉一下先輩。是的啊。